所以说他是帮别人背了黑锅，超大的黑锅。这一点点，然后来出现，对，就是要像这样。好，最后20秒，最后20秒，好不好？大家都期待要听听小 S 跟我们聊聊天了哈。OK 的话，好，再一次热情的掌声欢迎小 S 徐熙娣。这代表什么呢？这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可是它又可以拉起来，是因为它的弹性非常的好，所以不会让你觉得穿起来很难受。对，但是就一层设计的非常的好。包覆在我再摸嘛，我多给你一点时间哈。那扣子，你这样自己扣起来会不会觉得很麻烦？一点点。哇，你看这个弹性很好哎。那最近看到范范这样子，然后跟他讲电话，我觉得范范真的很倒霉，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太够义气了，然后又不是那么会讲话，然后又不敢跟人家吵架，然后他又很怕越讲是非越多，所以就变成是他就一直处在那种就是你看他也不讲啊，或者他怎么反而变成就是受害者。我就觉得我就跟他说，范范你以后不要就是那么弱好不好？你明明是我的 best friend， 然后他说对啊，很多人都说什么我们是假朋友。我说你明明是我的 best friend， 为什么你不叫我出来讲话，或是你自己也可以讲？然后他就说，可是他越讲越怎么样？然后我想说，他明明就是个好人，又没有没事攻击别人，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怀疑有人就是在背后不断的陷害他。就黑他这个，就当下他回应梁静茹离婚的事情，那句话就觉得不对。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讲？我跟他认识了20年，一大堆记者，就是只要大小 S 出事，一定你会问他跟黑人。你觉得他会没事就说哦，对，他就是怎么样的？就是他根本就不可能没事自己去发言的所以你们可不可以拜托大家好好的用脑袋想一想，他为什么会发言？一定是有人请他发言的嘛。所以请他发言之后，又没有那个旁边的人站起来跟他讲是一样的那个立场，就变成是好像他在那边没事爆人家的料。你们都没有仔细的你们都没有想过这件事吗？你们这位记者，然后顺着那些网友说什么哦，范范就是什么大嘴巴，搞不懂你们怎么会想不透呢？谁会那么笨？他有跟你说是谁？对啊，他有跟你讲，他是被陷害还是怎么样？他的委屈。反正我只能跟你们讲，就是他不是那种没事会乱放话的人，就是一定有人拜托他，就是讲一下这个话，然后讲完之后又没有人跟他讲一样的事情，反倒他变成一个那个电话，对，所以说他是帮别人背了黑锅，超大的黑锅，所以我也是蛮替他感到不爽。他有跟你说他因为这样子会心里有难过吗？他现在就是，我觉得他已经变得有点那个恐惧症，就是我发什么影片啊，发照片啊，然后他就说你发了那个，你觉得我要发吗？会不会被你骂？我说发跳尊吧，要骂什么啊？然后他还发一张，就是我们跳完尊吧之后姐妹合照，他说你觉得这个 OK 吗？会不会被人家攻击？我说攻击的点在哪？我就觉得他现在已经就是变得好怕，什么都很怕，我就觉得很心疼他。那你有提醒他说，下次遇到这种事要稍微？有啊，我就说你就如果有人要拜托你，你少说也要先跟黑人那个，对，因为我觉得黑人比较理智一点。